苗族的传统服饰由一针一线、裱花刺绣缝制而成，有红、蓝、绿、黄、青色线，对照图案则一根纱或几根纱，在白布上绞成纹形不同的小菱形方格，然后用彩色丝线添加重叠、组点扩散到线，再扩展成面，拼组成弧形，极具对称性。苗族刺绣图案古朴灵动，来自于苗族同胞的生产生活和历史故事，包括花卉植物、鸟兽尸体、生活器具等。心灵手巧的苗族同胞，通过对图案的大胆写意和夸张，苗绣被赋予了文化和历史的双重内涵。刺绣也成为苗族妇女情感的寄托，也是苗族妇女想象能力和创造才能的展示平台。新文县高度重视苗族刺绣的保护与开发工作，已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苗绣大师培训计划，仅用3年时间，在全县培训5000名苗绣技艺人才，培养500名核心技术骨干，在县内形成5家苗绣企业主体，5个苗绣